在鼎爺的口中，大兒子李永漢和媳婦卡尼的壓榨手法，簡直層出不窮，讓人目瞪口呆。你能想象嗎？李永漢兩夫婦竟然連老人家信用卡的貸款額度都不肯放過。去年卡尼在旁邊一邊教一邊逼我，叫我打電話給銀行借錢。我說我沒錢，他就教我去用信用卡借。他說現在老爺沒錢，他自己也沒錢，就叫我想辦法跟銀行借。我哪裡懂怎麼借？他就在旁邊指點，說打電話去問，用信用卡借。一邊教我，一邊叫我借10萬8萬。最後我真的借了10萬塊給李永漢。這還僅僅是個開始。每個月李永漢都雷打不動地從老父親這裡拿走一筆為數不少的供養費，但貪婪的人胃口是永遠填不滿的。有一次鼎爺去李永漢家裡探望孫子，李永漢看着老父親手上戴着的一隻勞力士名錶，那是以前的老闆送給鼎爺留作紀念的珍貴禮物，鼎爺平時自己都捨不得戴。李永漢的眼睛亮了，他看着我手上那隻勞力士，他老婆也在旁邊煽風點火，說老爹沒錢，他們也沒錢。李永漢的手就指着我手上的錶，我說這隻錶我真的不捨得，是人家送給我的紀念品，但在家裡被他們纏了很久，我實在太生氣了，為了耳根清淨，就脫下來給了他，叫他別再吵了。沒想到拿了名錶還不夠，李永漢還想吃水放盡，連手錶的出世紙和包裝盒都想要拿走，因為這樣拿去賣可以賣個好價錢。鼎爺回家找了半天沒找到，李永漢就開始開出各種名目的賬單跟老父親要錢，又是工人姐姐的薪水，又是小孩子的學費、校巴費、補習費，甚至連小孩子放學去吃個下午茶，100幾十塊、200塊的零碎花費，李永漢都要開成單據找鼎爺報銷。這些賬單加起來，數目大得驚人。大兒子的苛索無度，讓鼎爺在經濟和心理上都承受着外人難以想象的沉重壓力。從去年開始，鼎爺就已經感到不堪重負。當時他顧及家醜不可外揚，所有的眼淚都只能往肚子裡流。大兒子正值壯年，有手有腳，自己卻有苦自己知，沒辦法跟外人訴苦。換作是任何人，天天看着自己的親生兒子像個吸血鬼一樣盯着自己，能不頭暈嗎？鼎爺坦言，到後來他見到大兒子就真的感到害怕，心驚膽戰，不知道對方這次又要拿走多少錢。現在的經濟環境又不好，自己年事已高，不斷地有出沒入，這不沉重的負擔叫他如何承受？他每天都活在憂慮之中，萬一哪天自己真的兩眼一閉，什麼都沒留下來，難道自己這把年紀還要去揸兜乞討嗎？叫一個80多歲的老人家去背負信用卡的卡債，連他身上唯一值錢的別人送的家當都全部手刮走，這兩夫婦在拿錢的時候，竟然連半點慚愧和汗顏都沒有，完全不會覺得不好意思。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毫無羞恥之心的人？而且兩夫婦都是同一個德行。更讓人痛心的是，李永漢在媽媽施明姐離世前的9個月裡，一直利用自己作為監護人的權利，百般阻撓鼎爺和小兒子李永豪去醫院探望。直到施明姐過身之後，鼎爺才終於忍無可忍，向傳媒揭露了這個殘酷的真相。沒想到媳婦卡尼竟然還惡人先告狀，口硬得很，向着老爺大發雷霆，表達強烈的不滿。他們怪鼎爺跟媒體爆料，說因為鼎爺說了這麼久見不到施明姐，這番話害死了他們。這話是誰說的？就是卡尼。他在那裡大發爛渣？鼎爺冷笑：我發怎麼爛渣？事實就是事實。自從那次之後，卡尼就再也沒有找過鼎爺，甚至在施明姐的靈堂上，他和李永漢都把鼎爺當成透明人一樣，完全視若無睹。鼎爺曾經用極其生動的江湖話來形容這個大媳婦：人無3尺高，肚裡3把刀。
意思就是指他心計極深，背地裏的小動作特別多。特別是當小兒子李榮豪認識了現任老婆 Agnes 之後，大兒子兩夫婦就在中間瘋狂搞事，弄得家無寧日。自從小媳婦認識了榮豪，他們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天天在背後說長道短，搬弄是非。頂爺其實早就為此痛罵過他們。大媳婦卡尼知道婆婆施明姐為人迷信，竟然心狠手辣地冤枉 Agnes， 說她懂降頭巫術，故意要下咒害施明姐。施明姐年紀大又迷信，最怕這些怪力亂神的事情，起初被他們唬得信以為真，心裏怕得要死。李永漢就一直拿這件事當作雞毛蒜皮的理據，到處跟人聲稱媽媽很不喜歡 Agnes。不過紙終究包不住火，施明姐後來查明真相，知道根本沒有降頭這回事，於是便瞞着李永漢，私底下繼續和永豪、Agnes 保持着良好的關係。原本李永豪是和哥哥一起住在九龍塘的大宅裏的，但因為永豪實在無法再忍受這個野蠻專橫的哥哥，最後被李永漢兩夫婦硬生生地逼走，搬離了九龍塘的家。頂爺證實永豪確實是被逼走的。李永漢這個做大哥的作風就是信我者生，逆我者亡。他甚至蠻橫到直接走進永豪的房間，看到位置合適，就直接把房間霸佔過來自己和老婆用。如果看到永豪的東西不順眼，要麼打爛，要麼就直接扔到大廈的管理處。永豪是個非常忠厚孝順的孩子，遇到這種對待，當然氣到爆炸，最後只能無奈地和當時的女朋友，也就是現在的老婆搬出去住。面對這兩個兒子，頂爺坦言，做父母的說完全沒有偏心，那絕對是假的，多多少少一定會有，只是偏多偏少的區別。在日常生活中，大兒子李永漢因為心思活絡，小時候就特別蠱惑，很懂得說甜言蜜語來逗父母開心。而小兒子李永豪呢？他不用怎麼形容，他的性格真的跟頂爺年輕時一模一樣，骨子裏透着一股硬氣和義氣。頂爺說自己年輕時是非常孝順父母的，而永豪比他還要孝順。以前永豪一發薪水，差不多要把整份薪水都交出來，因為他一心只想着孝順媽媽施明姐。頂爺心裏不是不知道自己以前有些縱容大兒子，但只要施明姐活着一天，他為了家庭的和睦，能忍的就盡量忍。可是李永漢的所作所為，最終徹底超越了做人的底線。在施明姐過世之後，他竟然還以需要醫藥費為藉口，繼續向老父親伸手要錢，整整隱瞞了施明姐的死訊足足10天。這一點成了徹底擊碎父子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當被問到底是因為大兒子騙了他的錢更生氣，還是因為隱瞞死訊更生氣時，頂爺毫不猶豫地回答：隱瞞死訊。錢財乃身外之物，不見了還可以再賺，但一個人的生命，一個母親的離世，怎麼可以拿來當作騙錢的籌碼？李永漢當時叫頂爺下午回頭，頂爺打電話問他還在極力隱瞞，說沒有這回事，這怎麼可能讓人不憤怒？得知施明姐死訊的那一刻，頂爺形容自己整個人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那一刻他聽到消息，大腦一片空白，眼前的畫面全都花了，就像舊式電視機突然斷了天線一樣，全都是雪花。他忍不住坐在那裏痛哭，甚至責怪自己沒用。當時李永漢還想過來按住他，頂爺一把推開他：你這樣做都行？走了2天你才告訴我？後來頂爺去查證，才發現根本不是2天，而是整整10天。李永漢整整欺騙了他10天。頂爺當時氣得破口大罵：你這個撲街，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在施明姐設靈當天，頂爺因為傷心過度，茶飯不思，整個人暴瘦，體重只剩下120磅，比正常時期足足跌了40磅。可是當他們去到靈堂時，大兒子兩夫婦竟然把他們當成隱形人。李永漢甚至找來了一大堆保安，攔在門口不讓頂爺和永豪進去拜祭。
鼎爺當時看到這個場面，火冒三丈，重情重義的鐵漢哪裡受得了這種屈辱？他當場就要動手打架，大喊：你們想幹嗎？9個月不讓我見思明者，連他最後一面都未能好好道別，再見到對方時，已經是一具冰冷的遺體。鼎爺當時傷心欲絕，全身麻木，整個人真的暈了過去，六神無主。那種痛楚，是哪怕你心理準備做得再充分，當你真正見到事實的那一刻，你的心理準備依然會瞬間崩潰。他只能對着遺體痛哭：阿寶，你放心，安心上路，我一直都會看着你。更荒謬的是，直到今天，連思明者最終葬在那裡，鼎爺想問一句都無從入手。到現在，他都不知道思明姐姐葬在哪裡。有人問他：你是他老爸，你叫他說，他敢不說嗎？鼎爺苦笑：他不理你，你又能拿他怎麼樣？他有把我當成老爸嗎？提起大兒子永漢，鼎爺滿肚子都是氣憤與無奈，但每當提起他這一生最愛的思明姐，他的臉上又會不自覺地回復那抹溫柔的笑容。這兩個人的緣分始於50多年前的電影製片廠，而且最初他們可是一對不折不扣的鬥氣冤家。鼎爺回憶起第一次見到思明姐的樣子，說他那時候非常瘦，瘦得像隻猴子一樣，只有90多磅。當時在片場，兩人的關係是典型的你看不順眼我，我看不順眼你。而讓這段關係發生轉折的，是一次充滿惡作劇與浪漫的於是。有一次在虹橋小築拍外景，鼎爺在田裡捉到了一隻很大隻的青蛙，他一時童心未泯，拿着那隻大田雞跑去嚇思明姐，結果把思明姐嚇得花容失色，鼎爺還因此被導演臭罵了一頓。但就是這樣，這對冤家開始注意到了彼此，從仇人變成情人，再從情人變成老婆。這段50多年前的往事，在80多歲的鼎爺腦海裡依然歷歷在目。當時的他們都只是初出茅廬的新人，鼎爺雖然表面上兇神惡煞，骨子裡卻是個極有義氣的男子漢。有一次，他知道思明姐在外面被人用言語輕薄調戲，鼎爺二話不說，立刻代為出頭。那個好色之徒對思明姐說：你開出這樣的條件，不如去找些有錢的老頭子，陪人吃頓飯，收回幾千塊一次，不然你殺了你自己吧。思明姐嚇得大哭，跑去告訴于雷，于雷又告訴了鼎爺。鼎爺聽完火冒三丈，立刻跑去找那個調戲思明姐的家伙。那家伙當時正開着一輛福士小轎車，在車裡睡覺。鼎爺走過去，1、2、3，直接把那個人從車裡活生生拉了出來，狠狠摔在地上，然後一腳踩在對方的胸口上。鼎爺厲聲問他：你跟思明說了什麼？對方嚇得直囉嗦，問發生了什麼事。鼎爺怒吼：那是我的女人，她現在腳都軟了，你覺得你算什麼東西？有人問鼎爺：當年到底憑什麼吸引到思明姐？是不是因為當年長得特別衰？看鼎爺年輕時的照片，確實算得上高大威猛、英俊瀟灑。但鼎爺卻謙虛地說，其實就是因為那次自己挺身而出。當時他覺得，雖然兩人在片場是冤家，但他不值得，也不允許那個男人用這種下流的話去侮辱一個女孩子。他那天把那男人拉下車摔在地上之後，還狠狠地問候了對方的娘親，那人嚇得直喊：展哥，展哥，到底什麼事？鼎爺大罵打你個撲街，一頓痛扁。就是這份不畏強權的英雄救美，讓兩人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對歡喜冤家最終在1977年喜結連理，可惜這段婚姻只維持了17年。鼎爺曾經在很多場合都說過，離婚是他這一生中做得最失敗的事情，而這個答案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改變。每當想起這件事，他都會感嘆，這也許就是上天的安排吧。有些事實已經無法改變。鼎爺自嘲自己最大的優點是重情重義，但最大的缺點也是心軟，太重情。
當年兩人離婚，有傳言說是因為施明者不相信外面的謠言，誤以為頂爺在外面沾花惹草；也有傳言說是因為頂爺脾氣太大，有一次生氣起來把家裏的房門都打爛了，導致鎖了門都打不開。頂爺無奈地解釋：誰知道那道門那麼薄，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力氣那麼大，一拳就打穿了。在頂爺看來，打爛一道門，事後道個歉其實是很小的事，但施明者卻覺得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認為他有暴力傾向。如果作為一個老公，頂爺給自己打多少分呢？他很有自信地說：合格。雖然他不是那種心思非常細密，會送花送驚喜的老公，但他自問絕對是一個合格盡責的丈夫。當年離婚後，頂爺非常希望能挽救這段婚姻，他甚至先後苦苦哀求了施明者8次。後來施明者帶着2個兒子去了美國生活，頂爺也一路追到了美國，情信情詩寫了無數，甚至不惜跪下來哀求他原諒復合，但始終沒能成功。那時候頂爺為了挽回，甚至硬着頭皮吃死貓，承認了自己外面有滾，只希望施明者不要把事情做得很絕。但如今回想起來，那8次的苦苦哀求，終究是敵不過一個女人的死要面子。通透了的頂爺後來才明白，婚姻這種事，你如果是合格就合格，如果不合格，你跪下10次、20次都沒用。直到很後期，頂爺才真正想通了。他在美國的那段時間，其實也有過別的女朋友，但他的心裏始終記掛着施明者，所以和那任女友最終也分開了。那段日子雖然內心空虛，但他並沒有隨便找人填補。幸好到了後期，他和施明者的關係又有了好轉，仿佛重新萌芽了一般。因為兩人都經常因為工作出差，每次回港，他們都會相約一起去友誼城喝茶。在那些年裏，頂爺其實一直都在默默地照顧着施明者的生活。兩人有兒有孫，經常會舉行家庭聚會，在媒體上也時常能看到他們那些溫馨的全家福。只是誰能想到，那些幸福笑容的背後，竟然隱藏着如此苦澀的滋味。如果現在還能有機會對施明者說一句話，頂爺深情地說：我永遠愛你，你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女人。武師出身的頂爺，在銀幕上演了大半輩子的壞人、惡霸，總是嘈聲嘈氣、兇神惡煞的樣子。但在戲外，他表裏如一，最難得的就是這份真性情。在他70歲的時候，命運終於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驚喜，他的精湛廚藝終於讓全香港的市民看見了。在《阿爺廚房》這個節目裏，頂爺前後煮了超過400道傳統粵菜，開食肆、出食譜、拍廣告，連他代言的年糕都曾經創下過賣出超過1萬盒的驚人數字，簡直名利雙收。什麼叫做紅？頂爺說，當年陳寶珠那種紅是萬人空巷的紅，而他自己記錄賣年糕賣到1萬零幾底，1萬零6底，這個數字在今天的飲食界來說，簡直是恐怖。說出來他自己都不太敢相信。在《阿爺廚房》還沒播出之前，大家同桌吃飯，那些電視台的人、同事，一個個都對他愛理不理，甚至冷眼旁觀。但《阿爺廚房》播出的第2個星期，風向立刻變了，每個人一見到他，尾巴就搖了起來。以前那些對你側側身，當你看不到的人，現在全都主動黏過來，欺壓崩亞地叫得比誰都親熱，天天跟你聊天。頂爺感嘆：這個娛樂圈，這個社會真的太現實了。公司裏的每一個部門都有這樣的人，低至負責雜務的小工，高至高層管理人員，全都是這副嘴臉。以前你硬要菜東西給他們，他們都不收；你叫他們，他們連理都不理你，覺得跟你站在一起會影衰他。這就是現實。名利雙收固然高興，但頂爺心中直到現在都有一個無法釋懷的心事，一個這輩子都無法完成的遺憾。那就是如果《阿爺廚房》這個節目能早1年，哪怕只是早1年出來，
那時候他就已經紅了，賺到錢了，他的好朋友也就不會走了。當年他那個患有心臟病的好朋友，僅僅欠了6萬塊錢的醫藥費。當時鼎爺站在那裡，自己2個人的工資加起來都沒那麼多，他根本幫不到對方。而他的朋友又是個有骨氣的人，從來不主動跟鼎爺開口借。鼎爺當時心痛地想：我哪有那麼多錢啊？如果換作是現在，他賺到錢了，他一定會拍着胸脯對朋友說：行，這筆錢我先給你，你以後有了才還給我。可惜人生沒有如果，這成了他心中永遠的痛。回首這一生，有人問鼎爺：你覺得你人生的味道，酸、苦、辣，哪一樣更多一些？鼎爺笑着說：現在這個階段就開始感覺到甜了。阿爺廚房出來的那段時間真的很甜，而苦呢？是在有人介紹他做阿爺廚房這個節目之前，其實他早就多次向公司毛遂自薦，說自己會煮東西吃，但公司一直都有烹飪節目，就是不相信他，覺得他一個武打演員懂什麼做菜。這就是當時他被牛起來，被投閒置散的苦。為此，鼎爺當年還奮筆疾書，寫下了一首詩：拒於門外3數次，如今成名人皆知。居安思危常在心，莫待無花恨已遲。原來外界對鼎爺這位鐵漢一直以來都只是一知半解，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鼎爺其實非常有文化，自小就跟隨父親研習書法和古文。他隨口就能背誦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則，神速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潤如成歲，律呂調陽，雲騰致雨，露結為霜。今生麗水，欲出昆岡，劍號巨闕，珠清夜光。他解釋說，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地球爆炸的時候，形成了那一塊塊的隕石。才華最終被外界賞識，有了錢財，但遺憾的是，最好的朋友已經走了。更讓人唏噓的是，後半生好不容易換來的名利，迎來的卻是親生兒子的背叛與算計。鼎爺努力了一生，來到80歲的年紀，名利有了，家庭卻似乎又歸零了。他最痛愛的2個孫子，現在因為大兒子的決裂，更是變得相見無期。這一切到底值不值？如果可以重新選擇，你寧願從來都沒有阿爺廚房名成利就這件事嗎？鼎爺搖了搖頭，說：這就不是了，這就不是了，差很遠。如果沒有這件事，生活可能又會像運運買賣一樣，到頭來好像什麼都沒有，又好像一輩子活得那麼辛苦。這沒辦法說值不值得，這就是命。剛才說了，這條命整成這樣，注定就是這樣。哪有沒有想過，如果寧願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平平淡淡地生活，現在繼續可以父慈子孝，有2個兒子陪伴在側，又有孫子圍繞膝下，這樣會不會更好？鼎爺坦言，父慈子孝，有孫子當然好一些。錢財這種東西，花得差不多，不也就是這樣過日子嗎？這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要求。你跟自己說，你今時今日拿到了財富，那是你自己的造化。在人生的這最後一刻，鼎爺還有什麼事想做，想快點做好的呢？他說，現在最重要就是養好身體，希望能多拍些東西給觀眾看。他其實心裏還很想騎馬，但現在年紀大了，不能再騎了。小兒子李榮豪也天天叮囑，不准他再騎馬了。鼎爺笑着說：行啦，榮豪不讓我騎了，我也不能嚇他。現在這把骨頭，如果從馬上跌下來，哪還得了？提起馬術，鼎爺當年可是叱咤馬術界的風雲人物。他當年甚至贏得了一個 Crazy Steve 的外號。這個外號是怎麼來的呢？鼎爺一臉自豪地回憶，那時候參加一場大型馬術比賽，當天剛好下着滂沱大雨。比賽要挑戰跳1.2米、4尺高的欄杆，
雨大到連眼前的那些障礙欄都看不清楚。但鼎爺有一股不服輸的狠勁，他不管37-21，照樣策馬去拼，結果還真讓他贏了。當時場上有19個頂尖高手，包括香港的總教練、香港代表隊的成員，全部成了他的手下敗將。賽後，一個叫 Nicole Fandel 的墨西哥外國教練看着他直搖頭，用英文對他說：你這個神經病 ，Crazy Steve。鼎爺的名字叫 Steve， 這就是 Crazy Steve 愛好的由來。那時候鼎爺已經50多歲了，人家到了這個年紀早就退休了，但他還在場上拼命。永豪當時在場邊看着，那隻馬一扭到彎，突然整隻馬躺倒在地上。鼎爺硬是用力把馬抽起來，再往前跳，最終贏下了比賽。這場傳奇的比賽就是在雙魚河上水的馬會舉行的。當年鼎爺的馬術水平之高，差點就可以去參加奧運會。可惜參加奧運需要極其龐大的資金，買一隻好馬動輒要2000萬，便宜的也要1000萬。買一隻馬回來參賽，萬一有什麼閃失，那是不可能像買層樓那樣會增值的，馬是會老會受傷的。因為沒錢，最終與奧運擦身而過。除了比賽，鼎爺在片場也憑着對馬匹脾氣的了解，救過無數的人。有一次拍戲，演員阿秋正在管一匹馬，那匹馬突然發脾氣，掉頭就飛奔出去。鼎爺在還沒上馬的時候，就大喊：阿秋你小心，這隻馬脾氣很大，因為它被剪了耳朵。在蒙古人的傳統裡，凡是將馬的耳朵剪掉，就代表這隻馬是一匹烈馬，非常難馴服。阿秋一聽，馬上策馬去追，但那隻烈馬根本追不到。鼎爺憑着豐富的經驗，指揮阿秋把馬轉上山。因為馬一上山，一落山，他為了保護自己，自己就會慢慢收速停下來。這就是老江湖的經驗。鼎爺對馬的脾氣實在太了解了。還有一次是救著名女星 Lisa 姐，那次那隻馬太緊張了，太注重動作的形狀，整隻馬的肌肉變得很僵硬。馬這種動物是很有靈性的，他感覺到騎手緊張，他就不玩了，馬上飆車狂奔。鼎爺見狀，立刻穿過他的韁繩，那隻馬當時整隻趴在鼎爺身上，鼎爺就順勢把他抱住。然後鼎爺坐好馬鞍，一動不動，一直溫柔地拖着他走，直到那隻馬重新對人產生信心，心裏的陰影去掉了，才跟導演說可以開機了，現在開始拍。鼎爺一邊慢慢走開，那隻馬才肯乖乖配合。所以後來拍那場戲，只要走4尺的距離，都必須要鼎爺在場，不然那隻馬死活都不肯拍。鼎爺還救過一次更驚險的。那就是一字馬車。當時他們還沒有上馬車，羅家英甚至買了3打 AA 膠準備黏道具。那隻馬死活不肯上車，監製在旁邊大發脾氣，硬要開拍。結果一拍，車子直接撞到了馬，連人帶馬整輛大車滾下了山，整輛車全散了。鼎爺後來說，如果當時 Lisa 姐在馬車上，後果不堪設想，肯定會沒命。後來 Lisa 姐心有餘悸地說：鼎哥不在現場，我以後絕對不拍馬戲。鼎爺之所以能救過這麼多次命，就是因為當年很多內地劇組對馬匹都是粗生粗養，對馬沒有特別的訓練，隨隨便便就把馬綁在車後面。馬在後面看不清楚周圍的環境，心裏害怕，走不了就會瘋狂踢踎，車子自然就散了。幸好那幾次都沒有弄斷馬腳，不然馬就死定了。鼎爺李家鼎本來是家境富裕的西關大少爺，自小練習書法，字書識禮，渾身充滿了文人雅士的氣息。只是命運弄人，時代的變遷令他最終成為了一個在片場打拼的功夫佬、武打演員。但說到底，他骨子裏流淌的還是那古西關少爺的傲氣。